背影那么轻快，嘿，要明白，人会来就会离开，快快抹干眼泪，看昙花多美，路过人间，不过一瞬间。 是擦肩，曾经辜负那位，这才被亏欠。路过人间，就忙着这些，幸运一点，也许最后和谁都不相欠，都不相欠。 是心里面渺无人烟，无人可怜啊！来这人间，有多浪费。 谢谢嘉威，谢谢笑如。哎 ，Hello， 我是笑如。下午好。这首歌，你赋予它的画面没有很多。如果我们今天好像10年前，我在高中遇到很好的朋友，那个人曾经出现在你生命里面，他很重要，那一段的时间他很重要。但是现在你回头看，哎，他只是一个曾经出现在你生命的人，你珍惜了他。 但他毕竟还是有离开的一天。每一段感情都是，你可以对我做这件事情，你可以真的对我讲，你可以把我当成你的家人，你的好朋友。今天老师对我唱歌的时候，我刚一度是好鼻酸哦。我刚才自己有点鸡皮疙瘩了，因为这是一个我觉得故事啊，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你要干嘛，你要跟他讲什么。 那你这个哈要很确定，然后吸。好，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断了。哈，对，好。妙无人烟要直接一点。莫非是心里面渺无。 要吸气哦。莫非是心里面渺无？ OK， 有多浪费，它就是一句话，所以它不需要太多的东西。有多浪费？那我们最后一句我就不合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好，比较真诚，就这样。OK， 好，你要记住这个感觉。OK。